養生鱸魚火鍋食譜：鱸魚、豬骨、薑片、葱段、紅棗、枸杞、黨參、黃氏、當歸、花雕酒、鹽適量，各種菌啦蔬菜，豆腐、粉絲、鮮蝦牛肉卷、生抽、醋、蒜末、香菜末、小米辣、香油、蠔油。將鱸魚處理乾淨，切成兩段，豬骨清洗冷水下鍋，加入1到2片薑片，一段薑段同埋1湯匙花雕酒，焯水35分鐘，流出用水清洗乾淨。鍋中倒入適量油，熱咗之後放啲薑片爆香，將鱸魚放入鍋度小火慢慢煮到兩面金黃啦。跟住取出一大個湯煲啦，加入足量嘅清水，放入煎好嘅鱸魚、焯好嘅水嘅豬骨、剩餘嘅薑片、葱段、紅棗、枸杞、參啦、黃氏同埋當歸同埋1湯匙嘅花雕酒啦，大火開後轉小火慢燉個半鐘或者2個鐘，直到湯底變得濃郁奶白，加入適量嘅鹽調味，菌類清洗，香菇、平菇等夠大嘅菌類可以切成適當大小，蔬菜洗乾淨，一乾水放豆腐切成小塊，粉絲用溫水泡完，鮮蝦清洗挑去蝦線，將生抽、就香菜末、小米辣、香油同埋蠔油放入碗中，各攪拌均勻即可。跟住將煎好嘅養生鱸魚湯底加入火鍋中，開個小火保持湯底沸騰咁先，將啲鮮蝦牛肉卷擺入鍋入邊，等佢變色之後撈出，咁整上食用，跟住接着放入各種菌類、豆腐、粉絲等食材，煮至熟透，最後放入蔬菜，稍微煮下即可撈出。大家請點讚關注。